你这里有的。隔三秋，三地不见我会担忧。哎，对，做话好哦。哎，你好，你好，你好。对啊，地这里。地方新闻。进来，等上我。进来啦，来啦。真的会假的吗？是呀，真的呀，真的呀，当然嘛是真。傻傻的行，无干嘛要看错到你个嘛怪。哎，你大家看面安怎？迄规个高规屁股就搁伫咧放空，啊好神。啊，其实你莫看下骹，你来看。啊，来听诗哦。诗啊，你说。你有没有谁可以？哎，老大，老大，你假装你。啊，别个小。有市民愿意来一下，对不起啊，对不起，来让过一下。好。啊。对。好。Sorry。在旁边。你脱皮的吃一下。是你的朋友要感觉你还是不要给他角色呢？这不是啊，这个为大家来这首张信哲的歌曲《爱如潮水》啊，这是张信哲在唱的歌，谢谢。鹊桥不在天上，是在彰化的八卦山上，所以今年的八卦山特别的热闹，特别的浪漫幸福。我们将整个天空步道打造成为幸福的鹊桥。我想就是要希望带给中华市民一个快乐幸福的心情所以欢迎所有青年朋友会当来参加今年的中华所办的上大场的未婚联谊。包括3代同堂，还有整个家庭老夫老妻，大家一起来走过这幸福浪漫的鹊桥，可以让你幸福一辈子，快乐一辈子。